嗨呀，各位聽眾，我哋歡迎人到嚟收聽邊個福建嘅節目，歡迎來收聽。我當然就愛困，你早起就早個。這禮拜咧來介紹特別嘉賓升到 Google Meet 嘅嘉賓，哇，水啊，6月到就啲 Google Meet 嘅位，6月到是老趙阿涵歡迎。嗨，大家好。阿涵佢起來播分點文字播正者，可能看較水淡薄。我食啊了。然後個有人誒真正較早嘅朋友曉樂5點請起來講錄音曉樂歡迎。大家好，阿偉坤。阿偉坤。哎呦，即你暗講咗可能就係打緊嘅件事。然後個有人誒老趙我啲都歡迎。Hello，大家好。我哋都特別應該 KL 當叫。本來。哦，你少到 KL 不是都特別應該這哈？我當佢話被 clearly，我話你就知。哦。我廿到你冇呀。哦 ，OK， 免做啊，只頭要爽啊不是。個有人嘅校長阿龍會等咗未話咧？我咧是阿龍歡迎。係咯。人個水呢最近頭我個正水唔上話呢，後尾個嚟顧住啦，我係顧住啦跳起嚟，然後個有個有攞隻落，隻股無端嚟攞隻落歡迎。Hello。然後個有人嘅老朋友應該點歡迎。嗨，大家好。แล้วก็อุลันตติ Clubhouse เป็นเป็นยูใน Clubhouse เป็นเป็นยูสิ招可能阿招嘅 idea 就是唔係阿招唔使作嘅，阿招按照啲時候就隻 idea。哇，入過去嘅嚟做白帶嘛，入過去嘅嚟做白帶唔夠講噶啦，แล้วก็接曬歡迎接曬。我被擊開咧，你知 warning 啊，我係 Clubhouse OK 嘛嚇，個有半點啲，可能半點啲是冇個來呢，Hello， 幾點啦明9點幾。喲，是咩咋？你講你曉落上，然後個有錯即係阿蕉做見蕉做咧八大咩人插鼻款，插鼻款，阿蕉師就講去做八大，就是嚟教我做。耶！稍微聽下佢咪要做，按照做下都人。有個有趙西咯，歡迎趙西。大家好，就差唔多發做哇！頂到超標本啊，但係啷住不做佢八單，頂到細漢嘅事，是當今大漢嘅事，咩使十個回事，會做八單本嚟使起來教人講啫，因為我未聽看你八單咪告訴，來先阿蕉 start 嘅嘛，阿蕉做咩事都40個歲啊，起過嚟做八單嚇？咁用累咯，冇累嘛？哎呀講。做咩上咁樣做八單？冇你冇你幾時地嚇？阿蕉講者嚇，人哋即係 recording 嚟上都未使講，我學你佢，未使講出嚟。未使講出嚟啊！你咪講馬路啦，講古仔啦。佢真係使，特別都當見教我做，你未使講。浪講。係啦，講一句就一部應嘅時候。OK 啦，講做細你定到做個八單佢定到做學生嘅事係咪？哇，14歲就做八單咩？哇，你酷啦！我佢真係成日都見你啊！冇緊，你做八單做未做爽啊？做 charity 咩冇過嚟？冇，當時是做八單是爽嘅，會請你麥當勞食報。冇啦，細時行就係先正俾你個先生嚟請，俾你個有冇愛做八單？你出面咯，你頂到細漢就是上我都當見大漢嘅事。是咩？你出面咧14歲你做咩啊？頭先做八單做咩工啊？
往做咧 illegal 嘅工咯，唔是嘅工，往是做 legal 嘅工，但係往是 illegal labor 咯 ，because 往14歲哦，就做工未使啊，幾歲嘅實做工嘅10個16歲啊，哦，十啦，哦16歲嘅做工 ，OK。往去做佢哋一時一個 printing company 哦，然後一時 print 面就 print 嗰隻即係攏是八，你成日講出來朋友嘅可能好什麼？啱介紹我去你工廠，是間工廠做嘅，一時 printing company 嘅工廠，一另外一個係間工廠，所以往嗰邊做咯。哦，了，你做咩啊？做咩？即係starting 往做嘅工，呢時就應嘅是黏垃圾啦、Q 垃圾啦，呢隻垃圾。你是講他，你可能一直接到這邊出嚟看啊？對，攞啲嘢啦 ，stepper 係咪叫咯？哦，แล้วจิบลองอ่ะแล้วอัมเปาลองอีกหแล้วจะจะ來對บ่อะไรบ่ก่อแล้วจี哇，要出味咯，你人誒，真正 labor intensive 嘅工嚟，所以點正攞 call 呢？係是哦。Christina，我 sorry 我未記 post 你 link 下咯，你或者那時諗要做特別嘅變會起來出現到啲即係 Google Meet 會，你會使但係即 link 到啲 Clubhouse，แล้ว做個股冇咧，幾類攞 call 點正，no call 點正是很重要，我想話是，然後只是做佢點正。一直嚟新鮮規則是呢個，就是早起啊個9點10點做個下晡4、5點瞓咯。แล้ว接落嚟是講下往工廠需要人咧，แล้ว呢度頭嘅數嚟就係往去工廠咯。工廠嗰陣時含在工廠度，actually 都係鋪地，唔知係落未落去啦。喲，一個嚟在亂嚇！但係我嗰隻朋友去做，แล้ว我呢度往南去咯。其他咩8點個冇往對啊，แล้ว個咩點往接啊？叫往做個咩差唔多9點10點啊。哎喲！แล้ว就唔是個冇電話冇咩啦，所以你爸你媽唔就係講對到係咪數？哎喲！你爸媽你回家咪講咪數啫哦。嚇！以前因為切算得大嚟哦，以前咪先是切你下掉係切多，哇危險咯你，我看係驚。喲，佢哋看保羅有時佢睇抓咗碌蛋就一直搶咧擦，對，你殺一殺。�요，哇，你危險。出味咯，你看做嘅工，我美國，I mean，哇，14歲去到做工哈，我就歹勢講我是唔捌做part time，我是唔捌做過工，until 我大學我才做工啊。我成日講做工好啦，較早就係做工，攤對嘅就講對派攤，對，我捌做過啊。都唔捌做過，成日你讀咗出嚟畢業大漢啦，做工full time 咪是你個做呢？哇，你是後面啊，一看。Because parents never 叫人講咯啊。但你冇想講自己愛嘅做攤，有冇食幾類嘢冇啊？我大概就老。哇！自己後面啦，就是講自己後面。在後面啊。哇！我腳嘛是。咁掂喎！特別老闆行就掂啦。特別讓住人正常我出來成立啦，做part time是甲出來成立做嘅。我做淡薄，因為我當時佢個業咩，所以我是幾使做part time嘅。但是我做part time嘛會做咩？因為愛做嘅話，特別鬥佢出來成做成。所以我別使做part time。特別我有去做過 part time，我是去人嘅酒店裏邊去甲人做 room service 嘅迄個叫配單。我做過，我跟佢做過一日呢，因為我做過一日咧，我媽聽，我媽知到。你冇甲你媽講，冇我冇甲人講，因為我是會使出門嘅人嘛。所以我出門咧，我去做工，我冇甲出嚟人講，因為我喺點時本冇講歡喜就對啦。所以話嘅全部唔是歡喜嘅所在。OK，所以你想被離開，想我本唔是講被離開嘅係咩？我想被吞到冇累，我住宅累啊，住宅離開個好啦。I see，你唔是成個講被出為咗成日出門嘅爽環境啊，你去隨住啲 distraction。我有時候就講漸漸被搬出嚟做啊。是你幾歲？
畢業了誒，中學畢業了誒。哦，怪大學本啦，18 歲啦，啊18歲過了誒，特別本冇呢硬搬出來大啦，老實講冇呢硬嘅，所以特別後來本是學成本啊，本是就快本是主要啦，我嘛就係講。我去酒店入邊做這個工啦，以前就冇歡喜，以前就冇做工。喂，古仔嗰時做酒店咪工嚟咯。哦，客棧嘅查某嚟就，我爸本是客棧嘅查某嘅，特別以前冇暑假我去做，係啦，伊就小個讀病個只忝就咗啦。其實你講錯嘅種嘅咯。因為出嚟邊開個別店嘛，所以我特別幾時我就嚟藉口去教佢哋 manager 講我別做嘅就，我講我係講司儀嘅就。哎呀，哦，就我別 attend，特別我講司就早就司儀，我唔會講嘅，所以我哋講喂講貴先，然後所以我同我別去做工，所以我出嚟我咪就別實得啦，所以就講 OK 唔要緊嚇，我做自己呢，一無你白見嘛。伊無，係啦，我講先我不買嘢了 ，because 我引完了我就無着嘛。我先我無嘢，迄個先我是結白做呢，我無嘢。迄個本是30幾塊呢，我記自己就30塊，做幾啲30塊 ，something like that 啊。係咯，我就無去做咯。咧變咗入邊啲個別店裏邊，我冇講。嗰種去個別店裏邊去到就本，是我係白冇事，種真正愛民主嗰種嘅啦。呢啲咁話講，你自己去個別店，你驚冇啦，但係就走去人哋客棧裏邊做工啊！因其實我是冇買人銀錢啊，我就 fuck 對唔對？特別有時呢種真係假啦，人銀講壞人嘅。所以就一咁運我店啲厝裏邊冇去到就半好，一半賣我去外口去做工嗰度。特別係點先 ？actually 我嘅厝本唔是講好嘢，都本唔是嘅咋。有時人愛面嘅人係啊，愛面水啦，個就面水就。後來我度嘢接落嚟就發生隻事，我噼啪啦，然後我就出嚟個去大了，我就實做工咧，特別我實做工咧，我顧做part time喎，我記得我做工了，我阿妹佢教補習個。哦，你唔是？我唔是記得我做工個，我成日教補習成嘅，我去教補習咧，我教。你是去人嘅厝嘅，人嘅厝嘅，迄點仔時間去人嘅厝嘅，然後伊是好夾人嚟嘅。因為現在人特別你可細細下你諗先，已經搬去紐西蘭咧，所以用紐西蘭嘅 PR。搬去紐西蘭之後咧，伊出嚟Uplands，應該是 Uplands啊。係咯，伊度讀了啊，伊老母咧是一種伊唔是為咗講人哋講唔是你講點做 ？It's just 佢哋講撞嗰邊，等陣撞嘅聲咧，多聲嗦是到位啊，注意下。PR 聲嚟喎，佢就。注意，冇佢聲，我唔知啊。裝嘅麥，你是冇講話 please mute 就啲係，伊麥啲。所以我就走去人嘅做教博士，我教博士咧，馬拉仔，你教博士嘅結構度改變咗貴咧，人嘅生命係啦，因為我教博士嘅點先，伊講我，如果你講都夠開咗類，我講我其實冇夠開啦。特別我是慢慢緊，因為我對住日本嘢嘛，然後佢啲全部大個嘛，然後我教人嘅爸母寫得這邊嘢，後來我過嚟攞過去度，伊介紹我自己做教，伊介紹我自己做教嘅，有時講我冇去教博士，冇接波冇嘢嘅話咧，我是forever冇可能你哋做緊嘅，因為我根本唔知有咩講事嘅，你1999年我唔知有咩講事嘅，我未曉嘅，然後我未曉computer就大間 company 啊，未電腦，我未曉這物件99年啊，所以伊介紹我入去了做工啦，佢後因貴嘅，嗰個幫到啲現實了，我冇去教博士了，我近下啲了做工啦咯。接落嚟就是我 life 就變得真大嘅咯。哦，哇！你做嘅啲做教物件，即係我做咁成樣嘅，我就咁成樣嘅。所以 after that 我估雖然 Dutch 佢，我真係咁成樣嘅，所以我採樣出嚟就背，啦去看樣，我有嘅，因為我是真咁滿嘅人嘅。哦，哇！你 part time 做 part time 嘅嘢，我真係會做嘅。我講我哋了做工。幾年啊！我離開咗嗰陣時啊，我離開咗唔係因為我哋變咗除咗工啊，全部都工過去咋，冇想俾除工過去咋，我就會曉食性嘅。2抗年會，我行咁講，我冇去對變嘢啊。然後我接佢之年，我就半個都未對變嗰度。我對變嘢咧，我想俾除係咪工嗰種，想去除 Starbucks 食工嚟做咋。我嘅型嘅 Starbucks 工，我特別請一車一不能做下。我嘅工嗰個，我唔想俾 Starbucks 做工，佢想俾佢麥當勞做工，咁我人話緊呢，呢回事啊，唔係經驗貴。我譬如佢咧讀用讀大學嘅點先啊，因為有去做半工，冇做半工做半讀嘅點先啊，因為有去經驗嘅知唔知啊？對啊，做part time其實佢做半工嚇，要做半工，我連讀
話我本冇經驗佢咗，老實講，因為嗰時講寫 thesis 啦，寫 assignment，我冇安尼款嘅經驗嗰陣，我覺得讀嘅 programming 能力真簡單嘅啫，唔是特別。programming 係咩啊？我 computer programming 啊？有 computer programming，其實迄點寫是 suddenly 唔知咪馬屌講咪貓啲。我刪upload。啊，迄啲真事件喺度，真事件嘅。即係時間即係你物件嘅，可能走去讀 programming， 走去讀 computer science 就係呢年代咯，97年、98年咁時咯。係咯，我冇真係讀佢咗。係咯，我自己屌佢咧，我就屌啲名嗰陣，我就屌啲咯。去到中國做工咧，我就被 try 做麥當勞。多啲中國嘅啊！你使咩？你使做工咩？到中國？我唔是，我離開了誒。我 after that 我就 give up 啦，我就 give up。哦，你是講特別靚嘅事。啊，我對呢邊咧，我隨自己識經嘅環境。係咯，我嘅咧咪係對嘢啊，識經嘅環境大嘅就。係咯，我就想去隨麥當勞嘅你Starbucks 嘅間嚟做咗。係咯，我去 interview Starbucks 講我 overqualified 咗。係咯，呢度講我就 overqualified 咪似係咩嚇？我唔知，伊講我 overqualified，我講我做過嘅物件，我是真老實嘅人。我講我做嘅物件，你看到我講，唔知我係咩物件我做。你講你是你做咩做咩嚟正做？依懷疑。我冇 experience life 咯。係咯，伊冇咩嘢相信我，你就。伊冇咩相信我講嘅物件，伊就我是小嘅，伊冇好我講就，然後我就嗰陣休息嘅2禮拜咧，我就隨到變成白講咯。咁係命人落嚟，我想要做嘅就特別，我冇真係做佢咯，我喺度做佢加波士加資整，hotel裏邊餓貴，按咗佢支配檔咧，我繼續做佢自己嘅工嘅咯。哦，我真奇怪，我真係 overqualified， 特別按咗講安怎會 overqualified 賣車路又咁奇怪唔知嗬？伊賣車路是唔肯講咯。都走就係啊。嚇！伊驚講你走，哦。because 伊譬如講，你唔是講嘅啦，唔就我 train 你除咗白位做，有咁時啦，就你去白位二，啊冇就是你學嘅物件，你走去開一間安怎啊？因我你可能想法啦，我比如我 Starbucks interview 過。哦 ，OK， 明白你講咩啊？我冇想到你可能理由啦，特別講嘅成強，唔係想強。唔係你老實咯。我未咗咯，我冇老實就我冇咩我講片話講，我做佢隻物件，又唔是我寫衰物件咗，我哋了做咁唔是寫衰物件，我講華語物件咗，咁我講出嚟啦，人冇咩嘢接受就，我都做乜事都會嚟 Starbucks 做 barista 你講可能咩啫咯，我火。但我咪對佢即係博鹹啲都不個 house 入邊博鹹啲都不做佢 part time 嘛？ But 你做咩？我讀 college 嘅時，我做讀marketing department， 所以你知啦，特你食個學堂啊，唔是學堂啦，讀做個 university。大學 ，actually college 啦，個 KL。college 咪係大學本嚟啦，所以。我做過 marketing department 咯，嗰時我投一嚟 part time 嚟㗎。特別你講 marketing department 是你 marketing department for 你college。你 college marketing department， 所以你拍廣告你 college。所以就嚟講咧是感覺 maybe 做個 grunt work 啊，我諗就看佢哋報紙咋，隨咁佢哋報紙。要寫講 about 我嚟學堂嘅，一都條加起嚟，一都條念到一嚟成個一本冊裏邊咧，一是隔了 the press release of 佢哋學堂。哦，所以條開嘅報紙看下，呢是做嚟講 ，it's like 真係 basic 嘅講啦。特別佢女嚟叫，佢女啊，睇到這女嚟叫，我唔記記啊，特別。一冇成間 McDonald's 攞 call 啦，吉濟貴。McDonald's 攞 call 啊？ That means McDonald's 佢嗰時只係人愛去做嘅，OK，我冇 but try 過。然後佢哋 retail 嚟講下，多佢哋賣衫，I think 做曬乜做過，賣衫多嚟Island Plaza 係咪貴啊？佢哋咁樣咁大。我係年代是冇咁大啦嚇，冇興啊。呢是成個Midland社會啊。咁了只本件呢，特別冇人愛請我，嗰時我十幾歲時愛做part time，特別冇人愛請我，所以我係 first part time。你拖特別冇談你是講？冇，因為 program 啲入邊是 RBF 嚟。
RBF 什么啊 RBF？RBF 什么？ resting beach face。你做 retail 嘛，愛買三行看，你叫我唔愛買哦，你戇鬼。我成日你是乜啦？我哋嗰時 maybe 有本來都唔知呢。未必啦，未必。特別我有一個朋友啦，教我白白 apply 冇是冇聽。哦，maybe 咯 RBF 晒咯。Because maybe 伊人會再講你你會做未做？嚇，I think 你係咩人哦？未啦 ，customer 做咩做係咩人？啊，是講我咩人？我都未做你 customer marketing 嘅 department 啊。我去大學啊，嗰時 still 做隻間咧 enrollment department 啊。我去美國嘅大學，嗰時做咧 enrollment 嘅，咁你就拍電話嗬。你就係 potential student 嘅病好啊！你計人講話之後，你就拍起人嘅厝，5點幾到7點，計人講話講當人來我人有一個食家一個多啊，OK invite 伊人來，伊人講問我即係 question 啦，係咪？當時問我去這個我得啊，都咁假裝係咪？所以你就計人講話，所以 OK 啦。你會再講你開始去做工嘅時，你是？你成日你近來使做緊 college 還是成日聽到我讀邊讀冊時，我是近來使做我嘅本我讀掉嘅 college 啊，唔使做過20點鐘嘅，你有那款 restriction 咯？有啊 ，US 嘅會先呢嘛？哦，你是到 US 讀對。campus 你就做 campus 嘅工嚟咯。或者你我有去做 campus 嘅工係做 cafeteria， 我去做。等他介紹。特別伊個賣潮啊，就唔知做做我去 bookstore， 伊個冇賣潮啊，係你 bookstore 嘅人啊，梗之類呢，唔知做咩事伊個賣潮啊，但係 retail 嚟嘅咧賣潮啊，我唔知做咩。叫你掛到成 RBF 嘅數嘛，乜嚟搶 RBF？你係 maybe RBF 人講咯，哎呦，這裡冇 friend，你學出過，看什麼嘢嚟見？特別我感覺。伊人 retail 嘅人伊來知咋 ，because 伊人知講是講你是想，就講啊，你想去來 analyze 物件上濟啊，伊人買下你咋？哦，你在搞笑，你搞笑嘅人買請咯。actually 我係朋友我就講，我人落叫去Island Plaza 時，我人愛 apply 下巴迪尼啊，嘅工啊，伊買笑啊，我係 friend 是 doctor 嚟嘅。is urologist I don't know so maybe 那看我來 pattern 伊那是感覺安尼啦袂啱做 retail maybe 搞嘅人啊，成個講緊講邊嘅啊，แล้วthat means 我係做 retail 啦哇你都冇做過 Apple Store 嘛係咪先係我對但係你是 part time 咯對嚇你有時我真正 part time 佢咯半工做半工，我部幕白起來啊，到啲 clubhouse 入邊 ，hello 歡迎部幕白。Hello，大家。豆嘅本來啊喎，豆嘅到啲呢位，到啲坐車四字啊，豆嘅。問講話嚇 ，OK， 了OK 部幕白先，你話做過係咪半工 part time？ 我啲英國讀大學是無類嘛，但係做工咯。嚇。做咩？了我是去做，我住啲 Manchester 時，我是去做啲一間嘅店。我想我是物件只愛，特別因為我比較幫伊，我做工啲 kitchen， 就油塗卡洗盤啊，伊洗盤啊只用咧，伊 washing machine 咧，伊咪 dishwasher 嘛，咁啊，擺洗係會洗了咯。แล้ว就油塗卡咪啦，特別啊，我是做拜4拜6咧，拜4拜5拜6，特別特咧拜4咩面口成亂嘅哟。了我唔知最所了我都問伊 chef 講我講英國人啉酒咧笑誒，講無啦，即擺四名是馬蒂奈阿咪一大堆啊，會我做久咧伊個識個話咧哦，伊看都冇結成啦，個人老咗我攤做一名攤20半嘅喲，但幫只別人22半，我20半嘅。做咩說誒 ？Because illegal。好無理嘛 ，foreigner 嘛。哦。了以後我出去看咯，拜4到西關咧，我做工去平時 cabaret 嚟。哦，你又講喺度 show 呀？我靠 show 人偷違規，佢驚人嘛搬吹，靠白靠波，個拍手個亂咯。是講都冇出去都唔知呢啦。我唔知我規矩啲，因為規矩啲伊個走卡會寫幫我就拖卡呢嘛。特別你做嘅事是本林晒，歡迎林晒。Hello。了，每我搬去 Preston 嘅時，我就攤
哦不，after that 唔是 present，after that 我換去嗰隻為咗去做啲意大利嘅餐館。誒，等我問你做下邊是 legal 嘅，是頭車？冇啦，咁啦 illegal 嚟咯，因為 foreign student 別使做工嘅嘛。啲英國都別使做工嘅，咪啦，แล้ว就肯做，因為冇鐳嘛，冇鐳冇做啊，冇物件接啦就我鐳學 school fees 都冇鐳啊嘛。哦，你頭邊做餐館個攤接啊？冇啊，喺一間 cabaret 冇嘢接啊，叫我接阿崩咩？食鹹。因為嚟個 kitchen 面嘅咧是冇半行嘅嘛，是嗱三嘅半碗啦，照頭卡嘅嘛。哦，伊唔係講你 shift 是坐你食 food 冇咩？冇啊，伊 manager 講你食飽啦個嚟。哎呦，讀你啊，確讀你啊！特別會嘢 chef 好啦，會看我做咧 OK 啊，話6點幾7點就起咗啫。所以我是講即等了，點知 UJ 3-4點了，我冇嘢做起來俾做農務工哦。了去 sport center 爭一啊，喺 sport center another story 啦，伊 shower 有時攞擺啊，冇物件揸，冇 sell 冇半行嘅嘛。哦。所以我一人是爽喺啲點上冇人喺爭一我其實我病嘅了，開咗鏡嚟鏡去就笑。誒，幫我白啊！應該中嚇，應該中。你別好去 job center 咩 ？job center แล้วโทร出嚟 national insurance number， 你 national insurance number ตัว legal แล้วมั้ง？特別我點寫成間是冇攤喺度做，因為我是 foreign student 嘅數啊。你是靠換個話嘛？我靠換個路，冇啦，我靠揸個路啦。哦呀，我大個路嘛，我大路挪去咪哦。哦，對，我想講我靠換個路，所以我去大學是係咪啊？1986年，แล้ว holiday 是到時啦，你 full time student 啲 university 你別使做工嘅 ，university 咪是聽伊人。你是馬來西亞人，讀冊啦，大邊。係咧，點解我是馬來西亞人？特別我有，係咧，點解我本是冇畢業本，我接佢是 student visa。student visa 是應該是別使做工嘅，特別係咧是別使做 full time work。使做半工。你看伊字好好試啊！伊人無講係咪咪嘅即係。半點，就講啊半點工啊，半工，伊人無講係咪咪個半工，所以半假是你無咪做，你本自己做工，我去做工嘅 Wimpy 我第一頭先嘅半工是做工啲 Wimpy 是成間 McDonald's， 哦 OK， 成間 McDonald's，Burger King。是阿嬷係裝嘅啦，特別正啦，搞了之類。Wimpy 成久冇聽到咯。Wendy 是唔是？啊，你會記得 Wimpy？ 唔是誒，Wimpy 係英國嘅。Wimpy 啊，我就 Wendy。嚇 ，Wimpy 啦 ，Wimpy。然後一向食。有你做下咩物件？做結招卡還是做備 order？ 你頭先做工嘅事，伊燒你啲後邊啦，所以夾你安怎做阿毛包伊個 burger 啊，做伊阿毛包了安怎即個就要煮偌久，即個就要下蝦米，即種嘅 burger 你就要下蝦米貴啦。了本來我是做工啲面整咯，啲 deal 出邊 because 我真係快呢。我真係快，我 take order 我開人物件出燒類下做好餅，每日我做緊餅。嚇呢是我地頭先嘅，特別你冇攤個作者啦，一點正是唔使5磅嘅是6磅嘅呢款啦。แล้วก็ tax 嘅 because 我做是 legal 嘅嘛 ，because 我去 job center。佢拖住你 national insurance number， 你咪是睇 national insurance 是成個 social security number 咯。邊個美國是 social security number， 所以你睇下你好到了嘅事，你會做工了啊。所以特別你伊是 official 嘅事，你就俾行 tax 喎。所以特別即係是你是 employer 嚟，所以伊嘅 tax 伊能偷啲邊證了，你睇嘅事就 tax 到掛住了啊。所以了。佢哋點解我未曉啊？我會曉打字，拍字，我會曉拍字。所以我幾歲啊？
18歲啊，19歲啊，你講啦。18啦。So 19 because it's 1986 So 我去 So 個一個班嘅是人講我聽，後面屬於做緊啲 WIMP 睇看，你去 job center， 你做一兩個 typing test， 你若是會拍較嘅個60字啲一個結婚證啊，一兩做好你做 temporary secretary 到底係邊個？還是巴黎位？巴黎位啦，伊是 agency 來嘛。伊是隨工我攞嘅，我拍字是我用按照講 mechanical 嚟，拍字嘅古仔拍字機，拍字機所錄換去電嘅 keyboard， 是只 key 嘅，快咯，真係 key 啦，所以我會拍90、100結婚證嘛，所以我一人看到講哇好啦，所以你啲先 start， 所以我做緊學一個 estate agent 啊，as 伊個 private sector because 伊個 BA 啊，伊個 BA 去，我就講大巴多，OK，大巴多嘅 leave，所以伊特別聽暫時聽啦，好我會做啦 because。了過去我嘅大學嘅房間是一張長嘅，較長加你嘅去學長嘅點聲，笑嘅啊！所以 official 去學長嘅點聲是巴如10禮拜呢，特別房間14禮拜，房間係是9加10禮啊禮拜10至10禮拜哦，所以我係做緊佢人。真正久啦，我做剛好這類 estate agent， 好賺哦，唔是 estate agent， 唔是，哇，真好賺啊！9加10，下嚟點先真正好賺啦，是8半9加10，8半9加10半點鐘，所以都唔是 estate agent， 是 chartered surveyor，了我個真正 accurate，because 我係爸是做 architect 嘛。So kalau chartered surveyor terms 我會 spell 我會 spell 我知kalau i technical terms so 伊真係 impress 我伊講你是做咩所以我講我是 medical student 伊說哎喲你真係 overqualified no for 這個特別伊真係教我伊是 senior partner 來嘛啲伊 chartered surveyor company so 伊啲叫我去到對嗰邊哇真係好彈咯所以我會買 CD 下嚟點晒 CD 嘛所以我笑嘅咧，我係攞去買 classical 嘅 CD 嘛，真係貴嘅嘛。即係 disc 10至15磅嘅哦。所以我個會買 concert 嘅 ticket 嘛，去 Covent Garden 去看 opera 真係貴嘅嘛。所以我笑我係攞去。แล้วลุยสิแก่ทานนะล่ะลุยสิ成個講ทานเนี่ยสิแก่คายนะน่ะลุย點先等我ลุ做工點先baru undergraduate นะ undergraduate 是3年嘛所以房間是我啲Oxford 我冇對現在做 office hour นะSo 9 to 5年啦9點9加5點拜一個我做啲chartered surveyor chartered surveyor BA 時啊我做緊嘅 office 啊加了雜波加了比較 secondary so 真係趣味就是啦我聽人講哇佢真係好笑哎呦我聽到電話叫我肯定嚇แล้วว่า感覺冇我俾嘅可能咧，攞做貴咩，冇加10磅。係啊，一點鐘10磅。到時我講冇我俾，去 job center 去 apply for 這類 NI 你係做呢個嚟講，你係一兩個冇啦，咁到啦。但係幫人啲幫人啲都咩咩？我冇白啊！咗伊唔就係講頭前是 cabaret 嚟咧，伊去拖工嘅時也做拖嘅咧。伊是用邊媒介嘛？用邊媒介嘅？你都有工到阿邊？
我只惊啦，去问啊，款呀因为我个落来个3日我都无你只物件啦嘛。是是 desperate 所以都行落贵行落搭景啊，店有开嘢，我看到，也是，unless 看到是你在讲你做生意嘅啦，也是講伊唔是做生意食嘅，也是都唔知搬嘅，即直直行去問了咯。冇是打門啊，有打門。冇變嘛，了每點聲做了差不多一年，甲關係迄邊嘅我就走去 the other direction，學生啊一個所在啊去做工土工哩一個意大利嘅參觀咯。迄陣時就較爽啦，迄陣是趁12本一暝，了一禮拜做3日頓，特別伊包我食咯。了每甲伊嘅 chef 啊。甲伊個 owner 攞你變好朋友去啊！你個教我哋煮樣意大利嘅物件咯，แล้ว我就撈啊教樣就煮咱當人嘅炒飯咯。Big fried rice。你就教我做按照去做 pasta 啦，按照去做 pizza 嘅多啦，แล้ว一大堆啊。講到食物件嗬，咪講到對起人即即炒米粉咯，炒米粉，你講下你是你自己本身你做個part time冇炒米粉？我from 4班嘅就 start 做part time 了嘛。4班嘅，from 5班嘅是大班嘅就去我喺邊嘅 hotel 做 banquet 嘅part time 了。是一點鐘3塊半。喲，到底你是到sungai Tani啊？sungai Tani， sekarang做sungai Tani Novotel。sungai Tani 咧做下咩工啊？你是做咩？你講banquet菜咯。哦。二杯嘛，2杯就係你 holiday party 呢？啦，company dinner 啊，係咪咁樣係嘛？因為嘛，請係種 casual worker，叫做 casual worker 去捧菜咯。叫咩 worker？casual worker。casual worker。我去捧菜，所以你成人食多，所以你家幾多種幾多盤出來呢？嗱。對了，伊頭前有誒 food presentation 嚟嘛，咁了，你是講什麼？一家旁邊會出來，對，會出來了，有煙的呢，我是一半一個海咧，會你嘅咁。係你善良嘅到頂時，亦可以夾大牌。你細漢到這就未講，即係經驗過，那係講啊，但你請人，你本是個叫經驗過啊。係啊，我做 F&B part time 做咗幾年啊。OK，所以冇啦，特別唔講只幾年啊，時間我古早放去做了，我出來做副單嘅工時我冇做啊啦，做副單工啦。了過後我過來新加坡過後嚇，我覺得我冇做工只幾年，了過後我有做幾兩年，啲一個日本餐館做part time 咪翻點日做幾兩點鐘嘅翻。OK，แล้ว你是做咩？本是做捧菜，是做冇相干？捧菜咯。特別我講到對banquet嘅食。OK。banquet 就我啦，三是趣味咯，啫。係啦，應該出來嗬，咁咧一兩日一半出來嗬，你零半嗬，我到啲邊頭啲物件嚟食咯。應該將咩每應該將？我嗰邊播張嘅隻啊！我學你看我做油路啊！我頭先吹工嘅時啊，未做啲運邊嘅時，我有一個真正打死鄧人菜館啲學術，睇下無聊啦，伊多大了啦，伊個名是 Opium Den。我想講，我去做工嗰邊嘛，爽咯，會食嘅食哦，所以我去拖工嗰邊，然後我去嗰邊看，伊人隔離係為咗隔離是韓機嘅，講阿無話真係好笑嘅啦，我知阿無人隔離笑伊個鄧人嘅為咗，先講未有講阿無話嘛，所以我去嗰邊我係講 the Queen's English 嘛，所以我去我講嘅人。我係講好阿莫話就冇你人嘅同慣到你嘅人是隔了阿莫人，所以我做緊嗰個咪是較好咯。唔會啦，伊人買請我是因為我未曉寫鄧人字。
我一照卡表看，伊 because chef 表看，chef 個了是鄧人 add 嘛，所以人我特別寫鄧人字，佢人我未寫鄧人字，所以人未請嘛。哦，英國中啊，我想問你嘢啊，你講，sorry，你講你當數嘅咧，佢白白做緊嘅香港人嘅喲。哈利是 opium den 啊，哈利是鄧人太慣，伊人佢了香港嘅人啊，香基啊，你好，你講啊是迄邊嘅查甫啊 ，out of curiosity 我會知個啦，你捌你隻字名 Fanny 喲 ，Fanny 啊。我咩數？我冇明白。香港嘅人一查某就自己叫人做 Fanny 嘅。Fanny 啊，我冇明白，我冇明白。Fanny，解釋佢。啲英國 Fanny 是你 body part 嚟嘛？哦 ，Fanny pack 嘅 Fanny。卡吹。Fanny pack 嘅英國嘅 Fanny 冇相。我知，特別我人講美國人講 Fanny pack 是英國人潮嘛。對。所以英國 Fanny 是薄。actually 對嘛 ，Fanny pack 對嘛，薄包。你掉時咪是冚到你薄。Fanny 咪是卡吹咩？得。Fanny 是薄，英國 Fanny 是薄。啊，你啲英國我本身係香港人啊，因只暑假叫人做 Fanny 啊，所以丟嗰個講。哦，等陣我咪到對佢即插邊那邊，插邊嗰兩到啲咯，我到上個單年係時做 F&B 時，你講一隻零半，有時做一下擺隻字半到啲南邊嘅真南邊你嘛掉。แล้วready สิลูกเขียนกันเลยป่ะแล้วลูก頭隻你是頭隻 from 一半嗰邊嘅 from 一半啦等出去嘅事啦一隻換嘅你達到有伊打狗啊你知咯紅色octopus啊我就陪住自己嚟咯應該我隨向應該接觸10個人嘛因為我隨一邊有超過10粒嘛我咪คนโบเหลียวลูก你睇表佢就得應該嗬有咯咯應該我而家出去啊嗬我條手臂都就我嗰條你條旁一人一cut下來哦我呢就係所以我第一未想我有教學啊半蚊嘅所以我冇咁講就我睡我聽啲俾睡到就你有超過10粒我第細隻哇！我頂以為10個人嘅減幾間都算好事，都肯幾隻幾地。แล้วถ้าพี่รู้ติง當你做那看嗬，你特別學會曉成個講嘢，頭講參嘛咧，紅炸呢你硬掉嘅。所以我古早我就會曉咧，自己頭講自己參嘛，就變一零樣。我古早就會曉咧。แล้ว你就切胡啊？我會曉太胡，選擇近可啊。我會曉太胡，對，就好似你胡是一冰嘅，可能開咧，個冰過嚟，個未使冰轉嘅，人講胡未使冰嘅。未使冰轉嘅，未使冰嘅。你夾佢哋骨起來嗬，你夾你開佢哋骨起來嗬呐。起骨啊你。哦，了，我頂到我去食到，我唔是捌做白單啦，我是無人來請我是自己做見嘅，所以我自己看 restaurant 有看人咧做，我對嚟自己學啊，夾你硬，你แล้วลองสิ人教ลอง嘅，成 training 嘅嚟教ลอง嘅。頭一道去做事嘛是有人教我咯。哦，即係你物件會曉嘛？你 show 咗一道會曉就會曉咧嘛？別啦，轉咗勤考啊，就我都未有做。反正我意思是嘅，我是自己變嘅，我自己看，自己 observe，我做事我是係到啲位，我 ring finger 嘅，我自己睇到啲位 ring finger 嘅呢。特別啊，或者咱特別叫差別好教人啊，或者嚇，做 demonstration 做 demonstration 阿蕉會曉阿蕉 Google Meet 啦，你起來 Google Meet 教。我換過佢我嚟到。你佢 Google Meet 啦，而你頭講什麼嚟教啊？做好啦嘛，啲 camera 變整。我啦，你人講話我開我係 OK，你做一部 video 嚟 show。
我就只能要看這個 podcast 要看這個差別分隔啦，都用頭講千萬嘢物件呢，咱就會去YouTube 係咪看 ？OK YouTube 嚟我好想 YouTube。我情寬晒咧，同人講不要緊。哎呦，我要同人講，可能阿蕉，哎呦阿蕉加這個差別分啊，路人講我物件 ，Oh my God， 我食氣啊！差別阿蕉講阿蕉裝 idea 嚟係到底啷事？阿蕉咯，阿蕉講就阿蕉唔知講啲巴士個啊。阿蕉咪冇開我唔知啲巴士是會車嘅東西。然後讓去看希拉馬吉嘛，那個叫希拉馬吉跟我講哇，我歡喜咁咪死我屌。佢個 story 樣風。我 free 轉出嗬，個頭一擺嗬，個 free 面嚟嚟。那真冇咩人嘅我看。一頭一年嘅時候 ，because I think maybe 是 first year。因為冇蝦米 publicity，冇蝦米 publicity。對啦，都冇咩看到。阿蕉冇同我講，我唔知。我先看到到啲即係希拉馬吉嘅 feed 嚟看到呢。都荷蘭呢，咪估都荷蘭呢。係咪是荷蘭？係咪是？荷蘭倒閉啦。sorry 嚇，嗱，keep 住咯，嗱會你到底 Clubhouse 有 link 去 chat 入面，到底你 scroll 去淡薄，佢是哪會話係 Google Meet 嘅 link 嘛？所以別見你 set up 嘅時候，我未看，我未看正。我不注意看到真有轉過這裡咧曉樂你做咩 part time？ 貴，你到啲馬來西亞時候做 part time 哦，做咩？你冇你做咩？我因為家庭嘅背景唔是講真好嘛，所以有去做工。我去鬥下手嘅啦，有去買手電話。retail 啦，即係而家做 retail 啦。你幾歲做起？對我做工冇講廿線路嘅事，應該是大6、7歲就開始鬥下手啦。5、6、7歲？係啊，因為我嘅工是開，古早是開星期三嗰邊條咩 Macalister Road 星期三嗰邊條咩，然後。Jalan Permai pun一間，呀，對啊，所以是開面出來鬥下手，就燒個個比奧啊，泡個比啊，燒類啊，特別類嘅都俾幫人開銷嘅嘛，特別有時人客伊人幫你做定位，學類下嘅，佢講春大啲間啊，走到，邊啊就俾過來學一課，按走嘅啲人。老闆都幫地啊咯，你就是食類啊！要淡薄甲我上門。你唔咩？佢個別店本啊嘛，咩嘅？แล้ว特別你出來人無好類啦，應該無類咩請你？後落講了聲，我寫了條做咧，我八單。後落你請人請你無你出來人無好類咩？冇啦，是講，因為多厝頭前嘅 compound 嘅嘛，所以你是多厝落來嗰呢？有閒嘅時都去甲人客坐啊，哎呦，成日做驚啊！未少啊，去人客坐嘛，他是鬥下手出來人嘅時。迄個10幾年內面，有你啲學生，對。邊啲學叫做你想起你啲學生哦。我當晚個想到，較早嘅迄個女朋友小紅，在小紅去到位啊，如果佢有聯絡，我知道對我冇對對 this last trip， but 我still 有聯絡。對我真係好嘅迄個物件啦 ，memory。學你買起來落推嚇，你對嚟啊，琴日，當 class 就是 classic 嘢啦，即係曉樂。
你做工下邊part time 無攤累了，你真係出去個攤累嘅part time頭講講什麼？就是係你未手電話咯，未手機。未手電話，但係是到咗對未？到一個 mall。到係你Jalan Macalister Road，係你中路。所以往你處啊？對係你寶爪館嘅對面啊。有一間寶爪館甲係你petrol station 嘅對面。哦，中路 petrol station。是在倒啊？金山嗰邊店嘅邊啊，幾間呀？我唔記得。了邊啊，像是有加油那時間啦，是有媽媽。China Press 啊，當佢係 China Press 啊。應該是中國包嘅對面。對。了我這邊唔敢講詳細啦，因為邊啲福建有真人聽眾，了我唔知有我係。啲年有大這邊聽，啲年啊，哇個啲年啊，啲年啊，你有啲年咩？因為我做下份工，和頭家娘還昂，了，你都報銷。可以還昂了，可以靠線路，了可以大。厝頭家妹安尼款咩啊？你拄着我咩了，我就去中國部數位哦。你去倒係有聽？你去報伊啊？去報下。對，去隨機關了，去報抓了，夾 police report 啦嚇，去交應。哇！我啲 Google 係看到路嘅，我隨到嘅。我特乜啲。一直找我嘅 Google Photo 應該是有翕小影起來，特別我找無。哇！這是幾年嘅事啊？200 something 可能。你意思玩網絡係咩嘅？Form 2 Form 3嘅時候應該是。哦，嗰細漢個咱嗰時，伊玩網絡係咩？玩網絡頭貼嘅嚇。係你伊自手嘅手機碰機了，伊講是我。頭貼，特別我能調下你 CCTV 出來看時，安尼拄好，下你點聲，下直接嘅 CCTV 拍去。哦，對了，伊就講下機手機啊，拍去是我愛負責何類。了我講都唔是我頭貼，我安怎愛何類了。伊就無，後面就無甲我講了，大我係喺你線路入邊，扣300塊出來。哦，對，因為古早做這種證嘛，上人講攞3塊半4塊那款嘅嘛，你佢300塊，你做啊，估夠有300塊對，對我就無敢玩咯。哦，然後佢看對面看到，即係報紙講係咪去報？像是頂到像是去吹。張天賜啊，應該是。去找迄個機關啊，搞到出頭啦。即個人差別分來啊，話差別分你為 demo 啊，為你嘅頭講參乜嚟㗎，人仔。等我看，差別分來嚇嘅，差別分來。我頭講參乜嚟啊？當住隻 ready 啊，會去會 post 嚟 podcast 一下。去 YouTube 看咯，podcast 上落去 YouTube 看，差別好難教咯。按怎嘅頭講參做嘢啊，了係是或者研究點，把到人 next time 佢哋研究點時，咱就俾佢研究點 demo 就快曉。OK，來差別好嚟教。來，請乜頭先？請乜頭先？頭先。頭講細，頭先會較接嘛？你對頭嘅人好，快啲，拍腳，掉，特別說掉啦，用嗰啲手指啊，你就哎呀掉，快啲，收咗拍腳就 stable 啦。你 show 你家裡看到一支嘢，到看到啷看到伊個即個伊頭講嘅病，改剪到啲你前手指係一卡第四支家裡位，然後 OK。收拍姜就 stable 了，有埋簽碼咯，簽碼會使攞頂，
會使落邊，咁啊，你 skip 你 just 嘅，你頭前落嚟就你驗掉了咩？哈，所以你大無仔，甲你頭 index finger 係邊個驗咗嘢？然後咪是會使響開冚啊咯，開冚啊，佢會使邊會cham嘛？哈，炒米粉嘅事，炒米嘅事，嘅好嘢，菜啊！驗嘅嗬，咪響。我梗係好笑，到底邊睇我見你假咧？誒，特別係豆漿較大嘛，唔是咩？用豆漿切埋較大咁噃，即係叫較細嘛。頂有要大機嘅頭巾切埋，還是香誒？我用大機嘅，即是我出大機嘅，我係見，係哦，大機派嘢咯，較重。冇加價。誒，即係別我咁大機嘅，較好嘅。哇！我看你做呢型啊，唔知咩。你去夾你頭巾切埋嚟 try 看。OK。我攞羅人，等我看羅人即係跟住英國點就是英國點偏呢？所以到食啊，我甲炒米粉食嘅是啊，叫炒米粉嘅我等陣學曬好。誒，我係曉粉啊，我係識學曬亂粉啊。誒，曉啦，特別學曬啊！下來看英國點嚇對。แล้วเชื่อมาตอนที่ thumb and index finger กิมเดียวแล้วคุยคำ哎呦！แต่ไม่ใช่ว่า study เดียวหรอว่าจะดีไม่ให้เจ้าเชียน我係做了。哈馬碌嘅，馬碌嘅英國樣啊，未有做，睇到未有做了。哈แล้ว特別你未開大個騎掉，你未冚咗一個，可是你捏咗你嘅 index finger 嘛？哦，你看對啦，你頭前跌會冚嘅嘛？你未冚，你冰，你 flip 你cham嘛？啊，แล้ว flip 你cham嘛？你是成個หู啊，上面啊，地 BB 物件你咪係一件嘅。That's right，即是 BB 物件你咪捏咯，對。แล้วเป็น過來漸是俾夾較濟，咁下路。哇！誒，反正邊啲學嘅人啊，應該㗎啦，唔會曉做啊！你攞住知道啲新加坡，嗰種係使做 part time 咩？新加坡要做咧車節嘅人使去吹插邊。英國都係香嘅，係做 part time 咩？嚇，白刀已經搞到一地啊！呢度 break 啊！哦，這個壓抑嚟嘅。正搞，哇！頭影嘢啊！哇！咁下路。當檢查間啦，邊啲學嘅人就係使做白帶咩？先你咯，有啲係使做病筆咧。嚇！誒，我想係做病骨乜嘢？I think 誒嗬，等我看。誒，你唔講佢你 requirement 咩做人病骨係點咩？嚇？病骨。病骨冇係咪 record？ 唔知啊，我估咋？因為我當然唔是做病骨啊嘛。so 特別你俾淨係俾烹煮，你看你都俾曉咩嘢咧？你不如嘅烹煮是變大盤變細盤咧。哦，你是成個一筆呢，就係 course 先看下。我當然咪是 fine dining 了。fine dining 咩嚟講嘢啊？冇啊。我啲 suppose 啊 ，kitchen 我啲擺水啊嘛對。應該我當機咩事，我有真正這方面嘅，我有做各啲嘅 serve 緊啊，俾哦，即係你夾咩？叫你夾到 tray，你睇下人家幾夾。即係你 tray 出去人家手隻咁樣。你路頭照。當機我面頭隻咧，我使講你你特登去 kitchen 你就計夾了。你kitchen 我關嘛？你做事做一間我哋啊嚇，你講。對。我包車油。但是我自己啲名主本。哦。แล้ว我當然喺度玩做，喺嗰啲冇識得啲咧，都是一半喺出嚟嘛，我面卡落嚟嘅。kitchen 擺好時啊，你放落去，แล้ว你唔知咩但係 OK， 我會問佢之前就做咩事你去架即係做半工咧？我對佢夾學生。OK， 我都對佢咧先至夾，會夾
開班嘅，頭講什麼嘅？阿蕉咁樣嚟曉嘅哦，頭講什麼？明隻ตัว未曉。你當叫咯？我接落嚟做 part time 是未生嘅 promoter。哦，你幾時？我大媽我做只隻，大媽我做你3份工到啲大媽。哦，你未咩生？你唔使乜確乜俾句話啊？真正嘅頭一個是 boy London。哦，แล้ว第二你是俾你冷情恤啦，你 call 你 slack 啊 ，office 你衫，แล้ว定到特別見個人鳥 call 卡。哦 call 人 call 卡唔是 call 人。哦 call 卡是唔是講咪陰線咩？咪鳥嘅陰線？又未 get 啲嘛，所以我特別去個人鳥咯。哦，แล้ว你是特別夾一隻迄個碟咩教到啲木棍嚟係啦。冇教啊，木棍啊，是需要嘅，是個嚟入出嚟佢個人鳥咯。我唔是做彩虹，我愛做啲工。你是咪去幫去亂幫？你幫到？個點咩鳥 call 人嘅？應該再去講咩？我講去鳥叫。call 人，哦 call 人是陰線啦，對我講。I 即我看，我成個時喺你住會講阮一間小樂，阮是未生嘅就到啲幹嘛嘅？你是到幹嘛就咁打？有啊，大幹嘛有甲大家小朋友嘛？白衫甲白關。啊！啲一小細漢啊啦，一小細漢你唔捌個你做在做過。你白衫甲白裏面衫甲關啲啊？白衫啦，唔係裏面衫。白衫甲關啲，OK OK。對，二樓。哦，แล้ว阿蕉咧，你到底幹嘛係得做嘅？我做白衫咯，白衫咧，after that 每一個是每就是白尺，電腦管理啊。到到位？哦，到底迄個是到底？幹嘛嚟邊咧？見到管理啊，4樓定？哦，哈。OK，我未記講，咱有過迄個，後你困嚟見啊？你講咩啊？見到管理啊？見到管理啊？伊是迄個賣迄個什麼文具，然後呢位吼，還是賣冊呢？喂，記講對4樓是有啲啥賣 pencil 啦，係咪物件可能？冊教文具本有啦。哦 ，OK， แล้ว你當邊賣咩啊？你是做咩做 cashier 還是做 cashier 咯？哦，哎呀，爽哦 ，cashier 等等。我聽到我第一暑假做嘅就是去訂你 cashier，你 register 滴，我就暑假訂。所以我接工頭就係未早起未開店嘅時，特別去切嗰啲 shelf 了咯。哦 ，OK。又淡薄切個了，切了，แล้ว愛開門嘅時特別企喺度門頭整。就如果係幫掛嘅嘛。แล้ว阿แม่9點咪阿แม่10點咪冚嘅時啊，嗰條劇到面頭整嘅，問夾佢都俾檢查，特別冇啦冇行咧，冇行咧，冇行咧，哦，就掉冰嘅。哦，原來你同家媽會做過誒？呀，你講？我羅蘭我同啲家媽會做過。有我除掉了，我喺你網頁，我 post 喺你chat 裏邊。等我去開。對掉。你新聞嚇？我新聞。等我看下，一新聞你看一隻。OK，來，然後當叫你故事介紹聽看咯，當叫。哦，哇！我特別試過出特人字啊，唔知係咪大學生準大學生哇！這個。20歲講，要20歲。你睇一 headline 啫。兼職時被誣賴投報後，老闆常騷擾羞辱。學頭嘅鳥harass 就講下侮辱對。哇！出新聞啦！你應該400個就考啥咩？你考400個？我唔是300呢，400個。我講錯啊！就估了啫。我呢度係40歲啊，22啦。
毛毛菇來啊，毛毛菇起來講我8單咪講係，我就做8單，考慮咪嘅講我做8單咪。哇！แล้ว等陣個。等我講咧，講係使笑打。如果你真係困呢，咯？唔是，我講咧，應該係使笑打啦。哦 ，OK， 你就只有你個 list 就等我。誒，嘛可是小英個邊啲條邊是路是冇？嚇，對咯，當位主要係小英，當位 left side 當位。是咯，路天潮啦。南西嚟你講，南西你幾回去？我家下龍是上本嘛，特別咧，我係爸媽家下龍冇上啦，我係買嚟家裏邊淡薄。我細漢時交架次，我係爸媽成咯。一得個別店啊！細漢我3、4歲就倒架次啦，會曉行就倒架次啦，你不細半咪鬼，特別冇累彈咯。然後咪是上家後落你款 ，smuggle 淡薄累咯。哦，睇人走累時，之後會係到對咧。然後淡薄接駁錢落駁錢，可能佢頭邊就隻咯。一個大漢淡薄啊個12歲啊你款，我哋去港廠做工咯，做咗8單港廠唔是 illegal 啦，成個著曬啦，illegal， 12歲可去做咯。你做咩？係咪港廠？我是啲白海邊架咯，就係我定買白啲白海，因為我買好多佢白海邊架。然後我啲白海港廠喺邊架做嗰種經長頭可能嘅。經長頭就是都經你批長頭出嚟。你看到就是貴子人經長頭咯，經咧一包香機咧有炒嘅長頭經出嚟咯。然後你看就是一節，我未記啊，一節唔知幾點鐘唔知幾塊銀咧，我未有一節有10幾塊，你看啦應該是有啦。然後我係知咧，因為我本時有生意做嘅，是講我唔係講下晡無咪人嘛，人去做緊。OK。你看我是幫家去嘅，我知道就是畢業啊嘛，然後我知道去包作率咯，本時啲。哇！呢邊個是唔是有一個係咪雲後燈嘅？我哋喺邊個時候是會去包喺啲作率咯。然後我做這個，然後幫家，然後我就對家己，我就對太平洋啦，我幫麥當係嘛。然後我都家己多啊。我喺度啊！我就細漢，我就是。你到太平嘅厝，了特別，你爸母是到啲北海。去外部北海啦，大陸來啲個人喺做生意嘅。OK。我家是教我過呢，特別過本大隻只有過大隻10年，已經做工啦，所以咪是我家己過嘅啦。未怪你係獨立。然後到一當5咧，13、14、15歲啊，嗰段時間咧，我隔壁。伊有囡仔細我幾廿年啦。做保姆。3、4年，唔是叫我成家攏去教補習。教補習。教補習我就去教補習咯，咯。教補習真係1年咯，到16歲考了冊當補習班嘅，然後去做嗰個supermarket 嘅 cashier 咯，呢種你 cashier 啦，就是條路嘅 cashier。爽我嚇，我是個訂咯，特別頂到你是未 scan 嘅，頂到是嗰條牌咯就。你特別啲牌。你是拍，你是對號頭，唔知咩1、2、7、8、3咧嚇，真係。對。有你是聽路嘅。我 interrupt 啫，佢講 cashier 話，定到我係 friend 多啲嚟本做 cashier 時啊，忘記俾物件啊，一減牌了。哎呦！別使嘅咧，一知嘅。一減去啊！減牌。我就是 CCTV 嘅。冇點解冇 CCTV？往年大時冇 CCTV 啊！你看嚟講。點解冇事哦？這時就是食我朋友樣，我朋友樣去做 KFC 嘅，做麥當勞咧，我叫佢咬水哦，去 KFC 叫咬水呢，都有3地雞吧，有哪個有幾隻人家食咧？佢好似咬水呢。伊可能係學嘅，路啦，特別路比。冇，你要去佢那大學，佢咬水呢，行問佢行嘅了。我就是直 short 類咯，一直在啦，我係數學時前咧背嘛，特當學咩是算類時咧，迄時我都在招20塊，我在招10塊，你看咯，แล้ว做卡杜林咧，我媽講免做啦，你背冇夠你錢，你錢攞冇夠學，蝕本，我頂頭時我叫我讀啲讀哦，時我朋友咪成，我朋友馬來西亞 friend 啊，一時讀啲做 cashier，讀啲嚟 cafeteria，所以我去買 Burger King 嘅sandwich。就是啊，一包一裏面包攞地板，然之後一地板，
伊會幾百，sandwich 啊，伊加一地踢他較懸嘅，你 fries 啊，好玩貴吹嘅了，玩叫佢。好笑做啊！女朋友做食是真俗嘅。係咪應該係咪冇然後點？咱幾十年嚟，咱嘅馬來西亞經濟未進步啦，嗰時候人啊！你看係人吼，食牛隻，迄蘿蔔子嘅物件啊，炒豆腐去水，幾十稱啊！誒，你下，然後就會講，你小妹我有啦動物。before 去 supermarket 嘅時候，我冇做嘅，去班浪做工咯，去排班咯，梗係譬如班浪啊，班嘅浪，你班嘅槍啊，做班嘅槍啊，班浪咯，我想你去班浪去做，班浪俾咩嘅？去跟班，去跟班啊！啊，去跟班，茶班啊！伊茶是伊人是做。上街攏愛放一 container something 可能，你我人愛放水水，哦，不擺貼水水夾去行嘅。你所以我陣時行我有滑貨力咧，你哦，我滑貨力我呀，你查機，我行背起，我邊滑車係緊滑貨力去做這領教咯，啲夾出嚟邊背嚟背去咯，你哇，你厲害！你看，แล้ว小妹的去加方法就不做咧，因為考冊啊嘛，加係咪有啦？แล้ว讀 college 時咧，去做海鮮嘅咯，做海鮮成做海鮮做咩？可能成家長輩會人可能，特別我是做海鮮店嘅。哦，你特別曉咩湖啊？咩特別曉切湖啊？咩啊？這特別頭啲江湖嘢咯。冇啦，我朋友嘅爸媽係店嚟啲 KL 嘅，然後因為我大夜厝嘛，我去讀 college 時，唔是講大啦，我睡學堂嘅時，伊講你來我厝，叫我表我個我個厝，聽大隻你去睡學堂啦，所以你看到白掉樣，一厝口咯，一厝口就是開係咪開海鮮嘅菜館啊，然後上尾我讀冊嘅時，伊就講。伊講阿妹錄影哦，喂啊！我講阿妹啊，會使啊！伊講你來教我做工啦，一暝學你，我會記迄時一暝學我30個。特別咧，我唔是迄個累問題咯，我是貪食。有貪食嘅你講？對，有貪食，伊講包食。包食 OK 10個塊啊！包兩餐，冇30，我抽夾本，我抽夾30。特別包兩餐嘛，開工一整一餐。你放工嗰一餐嘛，你嗰時食海鮮物件咧，食你 OK 啦，大餐我貪食。OK 啦，我唔是講我爸媽是有學到女，有學教女我嘅，是講即個女咧，我是會使夾物件嘛。對。因為我頭一年我讀 foundation 嘅時，就冇物件做嘅。冇物件做嘅嘛，讀 foundation 嘅嘛，幫我就是用了有啲。我冇咩講課 project 本，講課本無濟都知啦嘛。頭年嘅 foundation 咧，第二年加隻 project 啊嘛，所以我去做咯，你看咯。等小妹畢業了，我就去做賣 CD，就是歸馬來西亞頭一間 CD 店。馬來西亞頭一間 CD 店到底位？對，就是叫 Legend 2000。應該真係人知。Legend 2000吉隆坡嘅，哦，變咗係真是隻頭先嘅 CD 嘅店。有拍廣告是講嘅嘛？哇，我人是頭一間嘅 CD 店。了，只隻一開嘅時，只隻香港人、香港嘅明星哦，掛車哦。我嚟整 promote，嚟 promote 嚟介。哦，你不都會裝？我未記啊。嚟加咩加事？你講開張嚇？開了嘅開張啦，加嚟利賓啊啊！比我做嘅時，伊開了。幾嗱個月啦，我在前就出名，安尼講我對我朋友去，因為我本時考了冊了，個未開工，我個未找到工嘛，只係工啦，所以講我只負擔嘅工，然後我去對我朋友去買 CD 咯，然後看迄邊個有 part time 做喎，然後每人有請 part time，我無一講請個，唔知未記啦 part time 負擔，然後伊講伊講有請啊，你話對伊去，我嘛啲邊個做咯，賣 CD 咯。特別迄邊個學真正嘅。哦呀，學咩物件？學掉就是用電腦拍長人字，安尼款。接迄個 data 接迄個因為 CD 嘛，了個會曉，了迄個歌啦，後尾個安怎去甲外國，因為迄是 CD 個，了是佇香港來嘛。因為較濟是香港嘅，了迄邊個咧，你就俾甲人 order 啦。
拍電話去啦，寄來啦，接去迄種嘅咯。哦，因安尼講伊個樓頂，因為伊是香港人，冇錯是香港人開啦，有份開啦。แล้ว樓頂咧，伊就是開一間話迄個冇錯是香港嘅一本，像個天下，像個風雲安尼款嘅 studio。特別我袂記下面，特別真出名，迄本冊真出名是。冇錯是迄間主筆是周深嘅，แล้วอันนี้講周深就是呢邊格咯，聽話咯，แล้ว迄邊格內邊咧有幾那間少年人本啦，แล้ว但是走機器冇入咗，走機器教人上班，因為我本是讀壓嘅人，แล้ว教人上班咧看人環境呢款，แล้ว上尾有一間咧，伊就愛走出來家己做頭家了，請咯，伊做 animation 啊。哦，伊就知我把路畢業咧，梅話咯，我成日弄咯，就是按看隨條工。隨條工，哦，你本是成日弄，你可能做part time隨條副帶咪工。隨條副帶工哦。係成日講，南西，我成講係成條屋上物件，你別記講。係成條咪是屋上物件，你別記講。係咪？即空間。你啊，我冇係咪哦？我冇機會講咯，即句。因為我啲阿妹，我啲時邊拍，我啲阿妹拍包加四半碗嘢。我想你點菜先，即好食你冇食臭味。即空間啊！他你是啲外賣店講，唔是啲海鮮店。我只細漢哦，試過去過啦，佢已經有講咧。係咩？能把配落去人嘅食。Oh my god！唔通啦，忙做緊物件啦，唔通啦。唔捌做過。阿蕉做，阿蕉都捌做工。差別分愛過咋？阿蕉，他媽咪捌做banquet咩？唔捌你個大攝個去個做咪講？我頂住差別分講 about your banquet experience， 最捌做過 banquet。呢阿蕉，你唔是講你捌去，你但我別再講咁數行，你去做啦，你經驗上面攝個去做烹菜。啊？我是你無用談咯。你冇按照除掉你去，按照你去梅掉還是差別分梅嘅上面，按照嚟裁掉。特別分吹冷嚇，我吹冷，應該我吹先嘅吹冷。哦，你講到係點啊？差別分我調工去新加坡做自己 part time 咯，假如。未啦，冇必要。我愛吹，我一嚟做咩 event， 我愛吹70個嚟人嗰個。哎喲，依樣一般去 check 哦，反正我人冇 permit 做一名嗰種一條哦。嚇，冇啦，係咪 permit 買兩 casual 㗎？係咯，免你嘛。哎呦，我背去新加坡做嘅。特別成間南西，你咪你寫過嚟嘅，別使。我對女結真有，actually 我是對女結真有興趣，我唔是對國家嘅banquet。我愛看櫃禮啊咧，我有興趣看，讓櫃禮啷嘅櫃禮啷總嘅 system 㗎咧，安怎行？迄個我真有興趣。咧我早幾年我有做啲 part time 咯，就是教會呢，迄個花插花呀。哦，我幫我做過，早幾年啦，MCO 疫情陣時。安怎你講我嚟講，喺你話啥我做本？即係好意哦，即係我真正暑假到邊每我伊也冇做了。伊當時 OK 啦，花嘅咧我唔知安怎買。你搞咧你 hotel 啊，嗰時喺你 ballroom 哦，伊人就花緊了，有你是自己跪落呢嘢度。伊都是啲邊個炒咯？伊假如講 OK，即係節目咧是炒喺邊個，節目咧是炒喺邊個？你看喺你 ask 安怎？出嚟 ，OK，是安尼款炒，安尼款，你會家己啲邊個炒咯？你好彈咧，你自己也好啊。假是早起我人10點開始做啦，5點以前我人愛走啦嚇，因為阿妹咧嘛，5點阿妹就是迄個教會呢樣教會 start 啊嘛，教會朝，自己會好我200-300塊迄個。是冇錯。係你先啦，你都俾曉插花，人家會做嘛？你不要插花，插一下莫單一粒咁樣，伊會出來是。如我人如 of course 都知，你愛知，你就安裝插，你家去做啦。就是啦，你睇不要插花，是你插個看一曲啊，是一粒成個咧。OK 啦，莫單。未看考個安裝啦，伊有效應嘅，有你對調查嘅。然後迄個就好意。我有機會，我本真想做到對這種嘅，真好意這種。我諗看。阿蕉就袂講了個。哈，就講你嘅經驗。你無談咯。哈了，就是講你無談。阿蕉卡字咯。
了，你是講你這新嘅講無用談哪類？啊啦，安怎咪數？就 training？冇啦，你拄着咧，你看到無是？看，安怎講啊？12分人看到嘅人啊，兩定係是。你是講你問你八？伊個做工，把你教你做在做工啦，還是你伊個伊個即個 customer client 啫，看到啊。應該我嘅 client base 嘅了是luxury brand 嚟嘅，好嘅啊，所以往 serve 嘅人家了是好嘅人嘅，都好嘅。interesting 嘅，你會看到真正正。哦，你是阿啲人就是要去看人咧，是要去談類。冇啦，你做這間嚇，你會看到真正正好嘅人嘅籌款係咪咁樣？哦，好嘅嘅嘛有，好嘅嘅啊。哦，誒，特別，你按做咩事講派做啊？係咪做派做咧？你就派學勢時候，你是講樣點先等啊？幾點？你往這裡講點是等咯。幾點？一講是無講真正艱苦，是無艱苦做。講點先等，了有但是你拄到誒個人家籌款嘅，鳥嘅。然後yang especially ele kat ului tambuk ya dia yang tu ai show 也可能很多啊如果掉大掉啊可能安怎伊看什麼意思是不是講哎呀這個是半隻無清氣的事你看安怎啊意思安怎很鳥路半無清氣因為就是無還沒拄到啦應該話人隔了半 before event 往打掉是 polish 隔了會 make sure 清氣隔會使出嚟特別應該I think so far 阿舅教我做喏嚟 event，這裡是干那邊所唔是有搬出去，本來一啲真濟方面嚟，特別唔是講一人一半，很正。一頭一裡是一人一半，特別一裡本是真正有你應該往出嘅物件，往唔是干了用半，往用真濟物件嚟，真濟大地。對，成下咧，係咪咧？對我嚟講，我係 challenge 就是記嘅菜單咯。哦，記菜單，你未使夾抓啊？未使夾咧，偷看。未使。你對要食食嘢。真正阿達是，因為阿達就是，阿達就是，OK， 伊成家一項物件喺裏邊有係咪 ingredient 都會講解了出來嘅啫。我未哦。你 recommend 咯，講啊，這係咪安怎較好料？都是 order 咩？還是都係 serve 咧？我 recommend 我雞是普羅來，我虎是梅鵝來。OK，烏龍是麥都蘭珍版三杯。我應該往無可能點睇嘅。都 menu 嘅咧是 fix 嘅，都 main recommend 你應該冇可能咁睇。應該我做咗 就是 I recommend。你要做，等即阿舅你要記掉嘅菜單，你第一番記上面，係咪夾看靠記起？你是夾嗰樣梅路咧，是你直頭唔知裏面有淡薄菜丁。不，照講就是你 surface 你就會解講嘅。哦，這裡是蝦米物件？哦，這是蝦米啊？裏面有只有三條嘅蔥，倒落嚟嘅蔥。哦，到底鋪落嚟嘅三條嘅蔥。鋪落。咁閃地嘅。伊無講咁按怎煮法嘅 ，just like 咁講。裏面有蝦米物件？伊講 ingredient 嘅了個 ingredient。你咪成日講你阿嬤。上擺學椒粉咪就講嘅。哦，你咪成日講你阿嬤特別講咁嘅 flowery，你看這是 infused with 係咪四字吧？哦，the thing is，這是 French 嘅名。哦，foie gras with some 冚骨。冚骨。我話你個仔。嚇！你知咩？你是咩 creamer 是 creamer 是咩？creamer 是伊個 cream 是牛嘅母咧，牛嘅 cream 叫做 creamer 啊。嗰條你但係呢條你是咩係咪？你有 spell 我頭先啊！係你拍嘅啊？你睇下阿龍嘅有講，你 spell 出嚟。哦，你 cock van 係啊 cock van 啊！
你會你怎麼你留記波啊，國古吧，嚇，是嗰時國古灣唔是啦，你政治版係是你。我冇識國古灣。對，我哋看住政治你是把你講。是地址你 K 地址你是地址你 event 嘢你塔有一個係咪哇！這唔一排做。是啊。你想 friend 嘅？個係塔赤喎。好彩未去叫伊招名。哦，有人嗰條 serve 酒係有人是。所以啊，你就知啊，做 F&B 嘅人嗬，你都條無相真濟款嘅人，我咁講。我看到找到了。啊，係咪？書哦，夸克蘭。chocolate shoe 哦 shoe 雪糕啦 chocolate AU or CRA LIN chocolate chocolate shoe 嚟嘅，LIN chocolate A 嚟嘅，chocolate 啊 chocolate caramelized apple vanilla diplomat cream。阿蕉，我同你講，actually 嗰時面用嘢，你法國名講嘅，你會使頭㗎啦，講是 chocolate shoe 嚟嘅，因為你會大個我啲是新加坡人嚟嘅，你 chocolate shoe。其實我打瓜，shoe 就過嚟，一陣啦，一定。有喺個冇我古早個唔知係咩事叫做 chantilly 嚇。哦 ，chantilly 是嘢你會啦。唔是，哦 ，chantilly 係 English cream，chantilly 是 English cream 啊 ，chantilly 啊。chantilly 係咩？英國有人一定啦，係chantilly 啊，冇論哪邊 chantilly，呢定是 chandelier 是定 chantilly cream 係咩物件？呢是 chantilly cream 啦 ，English cream 啦，係咪法國嘅咩？豆嘅你講咩？Shanti, you don't pronounce the I think 豆嘅會講嘢咧啊 ，slang 嘅。係咪怎麼講？朱迪chocolate啊，咁樣跟住講，朱迪chocolate，你係咪話更加冇搞定字嚇？係咩嘅？唔係個激娃啦！Google 裏邊是有線人㗎咋，咁誇張。我是會知是住一邊色喎，一邊只色喎，特別我唔知是住嚟，但係 Google 嘅成交數是咩？一般來過嘢有變色喎，如 win 嚇。哦哇嚇，我打行，我打行不來過嘢。只不過另外我只正常嘅是攞你整哦。啊，我打行我記。你我記 win 嘅時候咧，一個部網叫我打行。兩個講字係咪嘅？講字係咪嘅？一個自己嘅啦，一個自己嘅啦。哦，係咪豆嘅？你講咩？我冇聽到你講豆嘅。你講不單係歌數學。嚇，對。哦，等，你我等，我俾聽，我講啲牛郎嘅即都對起就招。我頭先好出名啦。我即係講出咧，因為豆嘅啊，攏寫豆嘅嘛，係寫 DAUGE。你是法國嘅聲嚇？係你用法國嘅音睇出嚟是個 douze。好聽哦！哇！或者你記得啲你咯，你用講名講啦，對啊！那是過去。我而家就錄係係咪係你都講我聽，我睇我都聽。哦，用法國聲嚟睇。roti canai。roti canai 是 CANEI 嗎？是哦。嚇。roti canai。好咯，即係 roti canai，嚟接住 roti canai。阿蕉 ，so 你安怎你 performance 安怎 OK 哦？你有驚啊？你成個老千掛。
啊，哦，佢頭一個 event 我係記是就是，because 安怎差別款伊淨係伊個 rehearsal，特別唔知講只正是伊只用嘅嗰啲盤是好安尼動嘅，所以其中一個菜是用咩 pan 啊？cast iron pan 啊，邊個動？是你 cast iron， 細你係做一盤呀？就做一個 tray 位。哦，笑。哇，當款咯，用下 cast iron 嚟分。你拍到 cast iron 往前了，一個是1.3 kg。喲，哇，到你做開嘛6 kg 差唔多。係對。OK， 冇不換啊，冇辦法。你拍到，切，人哋 high class 咧係 shoulder。真係我冇係 shoulder 嘅 ，OK。都係超都被當嘅啫噃。我做 performance 咧。做 normally 用 head shoulder 嘅啊。我知 head shoulder 是。用你隻當嘅招嘅啊。差唔多是嗰隻棍招棍嘅了。這是 individually 一半 serve 學人到底多頂嘅你知哦。我係 head shoulder。好啦 ，serving 嘅時候 ，serving 嘅時候，了。往旁出去啦，往嗰邊下到呢隻 serving station 咧，之後另外一個 waiter 過嚟做 serving serve 嘅。哦，所以你是旁出去，係啲幾大半啦。哦，你係 shoulder 度過嚟嘅。往頂喺個 event 咧，一個到頂一度咧要俾你 guest 特別有3人 serve。所以 cast iron 是一人嘅，而唔是一人有4個 cast iron。哦，你拿 ice。一人一個 serve，一人一個 cast iron。哦，所以而家出去是。應該往一個 event 攞百嚟嘅嘛，冇可能一半一人一半出去。所以你特別一個 Tracy 嚟了，伊個另外一個人是 serve 一個 individually 說，我才講 serve 人嘅時，你就俾咪多邊正邊嘅，我冇咩記啊。Yeah, the serve always from the right side. Serve from the right side. Clearance. The left side. Clearance always from the left side. 哦。OK， แล้วรู้ได้โอ้ทำไมมีสิ่งเนี่ยจูดูแล้วไป講係咪個กันแน่你我哋係咪嘅สิ่งเนี่ย嚇你我哋係咪สิ่งเนี่ย咯做之內 event 嘅時候我哋係咪มี嘅สิ่ง你唔係勁咁貴啊是就係靠咪嘅啊還是你先拍到你卡曬人到啲你好嘅嘅寶寶嘅冇啦Actually 啊，碰 I mean 都碰咩嘅？填水就冇簡單嘅咯。係咪數講啫？你驚跌掉冷氣是唔是？唔是，你填蕉 I mean 咪講填蕉啦，填水門坎坷咯。所以意思是講嘢你冷，這度係平咗你拗。睇到頂都俾安裝去倒，但你就俾佢正冰嘅，佢正冰。哦，你燒水冇其實破嘅一時間，可能成未停，是是。所以 even 你倒水門好，你水啊，你bottle 唔使擋掉嘢。哦，你就冇擋。拗嘅出嘢嘛。哦，所以你唔使想 overshoot 咧，刷出去個溝拗嘅。因為我哋 training 嘅時候頭先你拗倒就是出去㗎啦，出去咧，意思就出去啊！你是正 event 嘅時候是攞嚟 practice，冇啦，你是 training 啦，先 try training 嘅，because 我冇 F&B 嘛。因為今日會往是一度8嚟嘅，但係往有3嚟 service staff，所以一腳是做咩多招多注意咯，咁我哋是。所以你免做啦。係咯。所以係阿蕉面倒蕉咯，面倒蕉。我是碰菜呢 ，cost 呢，我只佢廿你出嚟呢。你特別講個。我哋已經會曉倒蕉嘅人做倒蕉。哦 ，OK， 你碰嘅時你特別講，這是係咪物件？可能係都幾。我明好彩，我係明咯，所以我係就是我碰出去咧，係都係你。白人 serve individually。哦，OK。
แล้ว第二份本身你看第二份未必冇上 event 你唔是第冇。冇第二份是 canopy 啊嘛，第二份是你特點聲等特別，哎呦線咯。講看咗係咪是線？你就是你because 你被徛到門嗰邊 entrance 嗰邊等人入來，แล้ว喺你人過來看愛咪啉水。係可能咯，你 already 填好事แล้ว成 canopy 你成你event 嚟嘛，所以是เอา㗎啦 already， 但意思到底多頂還是係到啲 trade 你驗咗好樣 offer 樣咧？我係到啲 trade 位แล้ว我驗咗咯。你冇驚拍到啊？超正衰嘅啫。哦，我驚驚拍到咧，就冇注意看就哇 plan 到嘅了去。OK 啦，I mean 夜吹，特別有啲夜吹悶水，超正水嘅。你都見係按照見攞柄啊 left and right 見係是一啲好掉，一支超好，一支超好見咯，喂多一啲。try set 咩款咯？我 try set。哇！你講嘅謝啊，本地阿招無水 ，next event 嚟啲小到啲超實盡嘅。冇啦，actually event 你可能叫你啦，我直接有接觸冇影啊，你點寫個開鬼？你看咯。特別如果冇好談事冇歹談事，你都記物件㗎，是成日算嘅，然後就佢啲鬼名徛掉啦。冇啦，這個了是 hard work 嚟嘛 ，labor work。labor work 嚟嘛。特別本有淡薄 skill 本。即 office 即關係嘅人冇相。OK， 等陣個爸爸學法人講嘅咧，就自人嚟，冇講掉個就，咱同啲冇正氣啊就即我咪講你話做 part time 就好潮嘅。我定到時啦。我到啲桑拿做工。到去桑拿做工。輪擺呐。購買都就係購買。唔知喎，購買係天羅定刀馬路嘅做天。馬路嘅電學店。佢真係做天陽唔是馬路邊做天陽啦，電學店。OK， Dune Hotel 哦，即 Super 對面咧，嚟 Super 對面咧，差唔多喺邊啦。嚟 Burma 對面，你青年嘅幾邊，所以我定到把佢走去做 part time 是做你 spa attendant 嘅。誒，我唔知嗰邊有 spa 喎。我朋友係巴開嘅。哦，你 spa 是做咩㗎？做 massage 啊？有 massage，所以。我意思是講係咧，所謂就是是咯，我發覺頭殼。應該掉，做工我病緊啊！你個有啊，當今冇了，冇啊！哎呀，你做咩工啊？到嗰邊做 SPA 是個人 massage 啊？冇，所以 SPA 但真是我是人來是，所以我伊有 locker key，我特別採樣去伊 locker 邊就等伊換殼，唔係冇個牙殼可以換。哦。所以而家就有人到喺面正頭殼啦。哦，係咪你冇出奇嘅咩？你冇知道到邊單嘅？我咪解釋咯。哦，冇啦。誒，冇你唔是成日講緊，好像只冇 privacy。冇啦，入邊樣啦。哦 ，OK。Something like that 啦。但特別睇，佢頭飲就啊。Because actually 就冇水嘅樣 ，because 樣這邊嘅 spa 冇頭貴貴嘅。哦，就冇水。了，可樣停啊你，可樣停課，你零嘅咧，零課啦，冇啦 short 先嘛，所以成個 gym short 先翻嚟，所以但 after that 就所樣看啦，我有 hot pool、cold pool、sauna，我咪可能記係，所以你講，但 after that 樣嗱講 booking 有嘅，但是有 booking massage 嘛。แล้วจะไปกี่เกี่ยวด้วยกุยหัวอะไรแต่ท่านน่ะ something like that 聽到係 massage 打個字嚟啫。哦到幾多隻琴嗰啲聲就有呢就係歌啦，呢邊แล้ว你打個字係咩意思？啪呢？哦立哦而家係立哦 OK 聽到係咯，所以人話假人，所以我係 job 嗰條做嘅就是去立人 ，because 人個冇伊嗰邊去，你家凳嘛，你管嘛，你只個嚟立啫，你個就嚟立啫。OK， 你講咩 ？because 一個冇俾學人
你 gas 食嘛，哦，嗰陣食啊，嚇，喲，食乜粒我見得出嚟嘅了，嗰個。所以個 theater room 嘅，所以 theater room 係放laser disc 嘅。我呢度去放佢。啊，แล้วอีบุฟเฟ่ก็แล้วมันเกี่ยวมันก็ไปขี้ยาเลย叫做蠟燭咧，反正嗰啲哦，一位，伊係咧啊，一位佢點可以啊，可以做所以咧嗰條咪佢貴可以做燒咧，你們做得隻物件，白沙白海你香港了大兵，啊啦，就好神嘅啦。SPA attendant 啊，就是做白沙白海。你一人還是個別人個？我叫我朋友陪我白做。哦 ，OK， 所以一個師傅內人啊。啊，但比較出名啦，是講應該冇看到人道嘅人呢。應該冇看到人道人。OK， 等陣我俾看起啫。你個人個情況，即係新嘅人嘅苗背景是出來，你到底 Google Meet 嘅。Delphina 是幾歲？姓焦呢 ？Delphina Lim， 你名咩？好咩啊 ？Hello， 姓焦啊，你是？是。哈，名咩名？我係叫 Dolphin 叫咩？啊 ，Dolphin。海豚，係豚，水的咯，係兔驚，係豚，你睇啊，係兔啊，直講言話個，係兔啦叫做，係豚啊，唔是豚，係兔嚟嘅，呢是 pig 嚟嘅。伊是海裏邊嘅豬，海豚是叫做咩啊 ？Walrus， 豚就是豬嚟嘅，所以是海豚，伊是海豚。哦，豚是豬嚟嚇，豚是豬嚟嘅，哦，呢就是豬嘅意思嚟嘅。對，電腦日本話係豬嘅，係豬啊，係嘅，伊是豬嚟嘅。所以嘅水面骨拉麵就是豬骨拉麵啊，豬嚟嘅。哦，通格豬，豬嚟嘅。係豚嚟歡迎係豚，你按咗頭一擺嚟知道，咁樣紅出嚟。我 register 沙刀啊 ，actually。了，做乜事冇嚟？了。9月時我喺 KL， 我去 Taman Negara dan 冇應嘛。哦，你 Taman Negara 冇 reception 呀？冇啦。等陣，我拍攝啊！你 Taman Negara 幾個數？確定講？冇啦。แล้ว10月時10月我冇落去。對嚟。嚇，對，我真係，你冇嚟隨我。我唔知。你電視對嘛？哦，你其實冇對嘅，你都冇嚟 clubhouse 啊，就是嚟 clubhouse 啊，喺度。我福建真正差，我還在聽2019年的。哦，嗰啲聽住2019係咩？2019，2019啊單隻之後面嘅停掉啲係腦。嚇，係咩嘅？人上個Taman Negara，人上個大樹林，人上個風景真正水，人上個動物。馬來西亞人上個Taman Negara，即係你上個貴，咩問題啊？嗰啲人。邊啲福建人咧？邊啲福建人講幾個數嘛？咱無隨邏輯嘅，我面夾烹嘅，就是學鬼嘢嘅。邊啲福建嘅鬼嘅告訴就是邊啲福建嘅靈魂嚟。你講了咁亂嘅鬼嘅就是鬼嚟。係杜嚟講到啲啦，係杜你去，然後你幾時安怎除掉邊啲福建咧？奇怪，你幾時除掉 ？Because I think 3-4年前我福建話because 我厝我媽是講潮州話。哦，潮州話，然後我福建加潮州參嘅。哦，佢唔係見攞隻就係俾你使。你特別你福建是邊個喎？你爸是邊人啊？
啊是。哦 ，OK 嘛，你都 OK 啊，你是講有當時卡，你話我感覺到你感覺到 pressure，你個會講是個成個想無咩出就特別，你應該講應該是會啊，你咪你緊張誒，成個你在導演，你啷個導演叫咩嚇？Tuesday 到咧，安尼這年啊嘛是講個雙，所以你咪叫我 stand 得就 low 誒。แล้วว่า我學緊話嘛，แล้ว我嘛都係學啦，ไอ้กี่ตัวนี้學緊話，แล้ว都吹咩？對咧吹咯，我吹啊，論學緊 something like that 啦，你 podcast 就出嚟哦。哦 ，OK，拜拜。แล้ว都聽，你慢慢到拉幾年啦，面都會直聽啦。我就頭一節。嚇。first episode 嚇，頭一集你都聽起啊？我聽起啊，聽到點啊？我當然聽㗎，2019年啦。嚇，未聽了。哇 ！OK， 未歹。人話個巴係都比較冇路嘅。嗱有。係咪？祭拜，道哥，他都買怕壞。道哥怕壞。然後道哥是講，你回到會嘅空地可能花個包去，你是講你是點？你哋連話佢把海聽佢講嚇，我會曉聽，我介意聽，我聽隻歌啊，我耳啊真厲害啊，當劍，你嗱等佢啲佢靚佢喂佢，唔使講嘢。我都愛講不會唱道歌，你來了。我又唔知我。OK， 等陣我未必學你冇模項，我就項。冇咩仔，加辣咯，唔要食，加辣嘅。我大項你講你part time會告訴我，你幾時做part time過啊？我應該是18歲，然後19歲，特別我是順利大人嘅，所以我係頭一份 part time 是大 Queensway Mall。哦，做咩 retail 啊？俾物件。我Queensway Mall 之前有一個成個 Mexican 嘅哈利安款 fast food 叫哈巴內羅，當佢冚起，成個唔知邊burger店幾檔店。OK。我朋友是一邊 supervisor 嘛，我咪去哦。我到一邊咪做哈利什麼巴米 burrito 啊 quesadilla 啊。哦，所以你是到底後尾 kitchen 要白做啊？我哈利到底個口誒？那四間嘅，所以我是外口做緊去。那邊做緊去外口洗切到丁啊、切雞啊，包嘅了，啊小魚嘅了都係做沙律冷嘅，個醃去嘅了幫你做。哦 ，OK。有包夾冇？有包夾。有包夾，因為 supervisor 係我朋友嘅。哦。你講會使食。哦，你只有食個驚啊？你是這要見嘅。我有食俾包夾嘅。即是食間嘅店第4、第5樓嘛，對。對，後尾有一角頭間嘅位。對，我捌去食過見到。哎喲，哇！我捌去食過，我攞冇摸就搶掉阿個冇打架咧，冇打行，就係。特別阿個冇打摸就這其實。你是摸家底呢？你摸是這。你幫。一幫啊掉櫃啲裏邊啊嘛，冇病。咦，係咪幫？就係佢幫啊，有啲嘢卡摩絲啲裏邊。啲卡摩絲幫你 trap 嚟啊 ！trap 掉嚟啊，貼啲嚟絲。超模啦，唔知卡摩。超模，卡摩嗰你是夾抓，超模是幫。你到底係邊會做鼓啊？冇行，我做行。呢我做差不多一個。
一個月假嘅，然後我就去做別項物件了，我就去做下你補習先生啊。我覺得你真係補習先生，我明，那個係補習先生。你較好談嘛？哦，咁樣出咧啫啦，咪去，都冇到頂。因為你學緊啊，有人加補習教去 Paris 嘅都看到。嚇有啊！浪漫佢講嘢啦，一條結加心臟嘅問題，你知道 ？Before 去 Paris，我講伊去到一個 trip，伊唔捌條結嘅，伊下面 trip 是冇講俾你都聽話啫。誒，點解要調走？點解要嚟咗走？伊有來，同邊代咧，你走去啊？哦，幾支簽嘅鐵機呢？伊就講啊，哎呀，唔爽啊，買啊！係阿韓呢？阿韓都冇聽到你講做 part time。你喂，叫你叮當做 magazine 係咪物件啊？做工 magazine 是工啊。你當你 out of focus？你 focus 到啲你嘅環境嘅，然之後你變嘅。等陣。還是你 make up 冇好事啊？你做喺補血。OK，好啦。OK，你好。我做過先生。哇，博士先生，個價錢哦，唔是博士啊，我等啊。這本是代課老師啊，代課老師，那麼做個代課老師，臨教，叫做臨教，臨時教係咪教賽臨時教。教師啊，教師啊。未歹哦 ，very good money 哦，真好。特別你咪得有 certain qualification 哦。SBM Chinese 就會啊。哦 ，Chinese 談 B7 嚟談啊。我係 Chinese B3。我係 B7 唔使世界，我係世界什麼哈咪。我教迄年，我教頭一年。頭一年是甲2年級會較硬。哦。然後呢，我有一節我的學生，我講你做麼哭？老師，我隔壁的同學不要跟我去踩腳車，踏腳車。我講哦，然後我就回給你咯，叫你為什麼不要跟他去踏腳車呢？你呀，給我這套功課走吧。係多龍傳説啦。OK，嚟講嘅話。OK，伊講。咱叫豆嘅傳説係咪？豆嘅傳説。豆嘅嚟，你傳説。我傳説啊！伊講，伊就開講我隔壁嘅學生嘛，隔壁嘅囡仔嘛嘅伊。然後伊就 OK，然後嗰尾咧就阿漢就佢問隔壁嘅學生，做咩乜嘅伊就問阿漢，你攞住我你學我功課做咩帶？哇！就是應該將你曉聽，應該將你俾人 translate 到嘅 translate 你明嘅啊？我應該叫你韓國人 translate 我聽好啦。多龍。英語一卡車 ，OK， 我會講咧，卡車，呢個就係學生考，要會做做考。如果幾百班到一個人，咪嘅卡車去接圖，都係喺啲唔會嘅，你幾百個，係真係會幾百個，做咩數都買計大卡車？係啦，佢就係學生咧，地址嘅學生，呢度唔係係講，咪是攞學咧就講課，冇應該會死啊！哦，特別我個時間到 touche translation，touche translation 啊！等陣佢就冇講過 ，sorry， 佢只係人喎。你諗下有一個我做過一個特別嘅物件叫 mystery shopper。Mystery shopper， 我做過，我唔知。誒，等陣，interesting，我 feel 到，咱咪做第二節喎，咱有冇 guess 嘛？這禮拜，我係單隻字冇講到呢條。你睇下 ，OK， 我做第二節啊，等我笑聲。等陣咱咪再講這個薄膜行嘅，我答嘅。屌啊！頂冇得行嘅即 mystery shopper 是係咩物件咧？我你咪都真係少聽嘅，我講唔了啊！白帶咩物件？所以今時各位聽眾少聽啦，你拜過嚟再傾句 OK？ 今時拜拜，安怎啊？多謝多謝。安怎你講拜嘅，你都講拜啦。